你聽過未？香港政府居然要削減1萬名公務員，聽到呢個消息，唔止你我都係嚇到一聲。咁大嘅削減唔單止係縮減開支，仲涉及咗好多唔同範疇嘅公務員，甚至係政府嘅根基都要面對大改革。到底係發生咩事？點解香港會做咁大手筆減少咁多公務員？其實香港而家嘅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70億，政府真係無得唔做。但係你以為削減咁多公務員就可以搞掂財政問題咩？唔係咁簡單。問題唔止係公務員多，仲有好多其他因素令到香港嘅財政結構變得越來越不穩定。政府當然知道單靠削減開支係唔夠嘅，佢哋需要一個更加創新同埋高效嘅方案。咁答案係咩呢？就係人工智能 AI。 係啦，你冇聽錯，香港政府計劃要大力投資 AI， 想借科技解決香港嘅財政問題。唔好以為 AI 只係用來做嘢嘅機械人。啱啱講完減少人手嘥氣，可以取代人工，提升效率，從而減少無謂嘅開支。就例如喺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務甚至醫療領域， AI 可以將大量重複性高嘅工作交俾機器，唔單止可以提高效率，仲可以減少錯誤。唔使再依賴咁多公務員。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方案真係可以實行嗎？ AI 係咪真係可以救得回香港嘅財政赤字？投資 AI 係唔係真係可以解決呢個數字龐大的問題？你諗下 AI 可以取代好多唔必要嘅人力，咁就可以節省大量開支。短期內似乎有得諗，但長遠嚟講，呢個技術能唔能夠真係快速準確咁取代所有公務員嘅職位呢？又或者會唔會令到更加多市民對政府嘅信任下降？講真，呢個 AI 投資真係一把雙刃劍，可能帶來好嘅變化，但亦都有潛在嘅風險。 AI 真係可以成為香港財政嘅救世主，定還是會帶來更多未知的挑戰？大家拭目以待。未來幾年，香港可能會喺 AI 領域大放異彩，成為全球科技發展嘅重心。但同時，啲公務員嘅職位究竟會唔會因為 AI 而消失呢？社會又會唔會因此而改變？呢啲問題我哋可以繼續討論，但唔好忽視科技對香港未來嘅巨大影響。而家香港要面對嘅問題唔係單一，唔單止係財政問題，仲有如何調整人力資源、提升科技水平等。政府嘅 AI 投資能否真係扭轉局面？我哋只能拭目以待。大家覺得 AI 能否帶來解決方案呢？快啲留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